海委会25发布头一波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，重点的工作就包括着海洋环境的监测、甲废弃物防治，也阁有污染防治等等。不过，即马在违法修法了后，海委会预算上济是会减少77亿，差不多占4成。海委会追委就表示讲，这对未来海洋治理的工作是有正大影响。 海洋委员会伫咧25发布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，提出包括海洋环境监测、强化海洋废弃物治理、提升海洋污染预防、加教育推广4大计划。其中海洋废弃物的部分，海委会目前已经甲60间民间业者合作，回收做成各种民生用品。像手内底这项啊，是用奶酪的材质来回收再利用。 啊，因为呢，这物件若黑白乱弹，会造成咱的海中的环境的污染。海委会表示，今年风台造成真侪货轮扣刷，虽讲无造成大范围的污染，为着因应未来油、垃圾、化学物质污染海洋的危机，需要培训应变人力加扩充设备。不过，在违法修法案三读了后，海洋相关的预算会减真多。把国防预算保留起来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必须被删到40%，这几乎就是腰斩了。我们所有接近海洋的工作跟海洋保育的工作几乎要被腰斩。朱委嘛表示，海洋无选票，未来经费拨予各县市，无法度按算地方政府会用偌济钱来治理海洋。不过白皮书已经设定工作目标，海委会每5档就会检讨甲修订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